喺香港，死從來唔係一個人的終結，而係一場演俾活人睇嘅大戲。你以為入到靈堂，大家係排隊鞠躬？錯啦，大家係喺度執位，喺度計緊邊個先至係真正嘅話事人，邊個幫手扶靈，邊個送嘅花牌擺喺最核心位置，甚至靈堂門口有幾多個差人守住，全部都係明碼標價嘅地位象徵。喺呢座城市，葬禮就係一份名利場嘅最後成績單，底色唔係黑白相，而係紅彤彤嘅銀紙同埋青筋暴起嘅江湖規矩。今日我哋唔講哀悼，只講排場同埋嗰份已經返唔到去嘅舊香港江湖味。一、江湖謝幕，黑白交鋒嘅最後餘暉，向華嚴頂級黑白配嘅權力謝幕式。講到香港嘅黑白兩道，如果向家認第二，仲有邊個敢認第一？2025年，新義安嘅二代龍頭，綽號四眼龍嘅向華嚴過身。呢場葬禮直接將乜嘢叫做頂級排場演繹到極致。你以為去喪禮係隨便入？向華嚴靈堂門口企嘅唔單止係黑西裝嘅門生，仲有全港最精銳嘅 O 記同埋反黑組。差人唔係嚟維持秩序咁簡單，佢哋係拎住名單，擺埋攝像機喺度現場點相。對差人嚟講，呢場葬禮就係全港社團數據庫嘅大更新。邊個上位咗？邊個帶緊馬？邊個仲同向家有往來？一目了然。呢種壓迫感真係拍戲都拍唔出。向華嚴呢個人好得意，成世人斯斯文文，戴副眼鏡，成個書生咁。當年佢老豆向前被驅逐出境，佢一個讀法律嘅人返嚟接手，你話佢文弱？佢執掌新義安幾十年，將呢個社團企業化、家族化。呢場葬禮其實就係宣告嗰個龍頭時代正式畫上句號。大家食花生最緊要睇邊個？當然係睇向家嘅家事。當晚向華強、向太、陳南，仲有依家力捧嘅向佐，全家整整齊齊，連向佐個仔都帶埋出嚟。但係眼尖嘅媒體發現，向家嗰個最中意惹禍嘅二仔向佑，竟然全程失蹤。呢個細節非常有深度。向佑以前喺香港係出晒名嘅二世祖，打的士司機，大鬧鬧市，甚至入過獄。比起依家喺娛樂圈努力做武打明星嘅哥哥向佐，向佑簡直就係向家最想抹去嘅污點。喺向華嚴呢種家族核心大佬嘅葬禮上，向佐係以第三代接班人嘅姿態企喺前排，而向佑嘅缺席基本上坐實咗外界嘅猜測，佢已經徹底被排除喺向家核心權力圈之外，成為咗一個死無對證嘅家族邊緣人。向家想洗白，想上岸。呢種爛泥扶唔上壁嘅後輩，連送終嘅資格都被收回，呢就係豪門嘅現實。胡鬚勇最後一場江湖曬冷。如果向華嚴嘅葬禮係低調嘅霸氣，咁14K 教父胡鬚勇嘅葬禮就係一場徹頭徹尾嘅江湖曬冷。胡鬚勇成世人最講面子，佢臨走前同身邊人講得最多嘅一句話就係我要死得漂亮。所以佢場喪禮唔止係豪，係要豪到全港都知。靈堂入面清一色嘅頂級佈置，幾十萬嘅花牌由門口排到街尾。最震撼嘅一幕，莫過於3C 卡頭。喺香港舊規矩入面，只有地位極高嘅江湖元老先至有資格享用呢種儀式。3隻由社團精英撐起嘅武師喺靈柩前下跪，象徵住臣服同敬意。呢種場面以前只能喺古惑仔電影裏面睇到。但今時今日喺滿街監控、警力嚴密嘅香港，呢場喪禮基本上就係呢種古惑仔文化嘅最後一次公開展示。最值得回味嘅係胡鬚勇葬禮嗰日，新義安、和勝和、14K 呢啲平時為咗地盤、為咗利益打到頭破血流嘅各大字頭大佬，全部坐埋一堂。呢場喪禮變成咗一個臨時嘅江湖議事廳，大家喺度飲杯茶、鞠個躬。其實係喺度試探緊對方嘅虛實。胡鬚勇用佢嘅死換嚟咗香港江湖最後一場集體謝幕。從此之後，香港再無呢種能夠號令三軍嘅教父，剩返嘅只有一班計利弊、講生意嘅資源咖。李福榮、白頭仔，從上水皇帝到最後一場聖和兵器庫大點名。講完14K，點可以唔提香港3大社團之首嘅和勝和？今年4月，大圍寶福紀念館有一場葬禮，令到全港差人如臨大敵。死者係邊個？
就係當年叱咤江湖、稱霸新界北、人稱上水皇帝嘅白頭仔李福榮。呢場葬禮有幾誇張？靈堂入面播放緊哀樂，靈堂外面係百幾名差人、警犬，仲有 O 記。反黑組設埋臨時登記站，要求所有入去悼念嘅人都要登記身份證。最絕係咩？差人喺現場查身份證，竟然即場捉到3個因為欠交罰款被通緝嘅古惑仔。呢啲就係江湖人，明知有差人都要嚟，呢啲就叫做要面唔要命。李福榮出身唔差，屋企做生意，本應做個斯文老闆，點知佢唔愛讀書，愛混街頭。佢同一般只會拎住西瓜刀亂斬嘅古惑仔唔同，佢有生意佬。佢喺靚榮線出身，同後來去咗英國做大佬嘅左自跛並稱雙虎。點解叫佢上水皇帝？90年代佢殺回上水，將地盤變成企業化經營，巴士站點、小販地攤，甚至係商場門口嘅位，佢全部低價拿下，再高價分租。你以為佢係收保護費？錯啦，佢係收管理費。佢唔單止係和勝和嘅助管，佢仲係社團入面最穩陣嘅提款機。李福榮嘅離世，象徵住和勝和嗰個巔峰12萬人嘅暴力時代正式收工。依家嘅黑幫唔係要你打得，係要你乖。任憑你以前係皇帝定係戰神，喺 O 記嘅攝像機面前，你都要乖乖排隊登記身份證。呢場葬禮其實係送俾舊江湖嘅最後一封情書，曾經呼風喚雨，最後都敵唔過一個法治嘅時代。而巨星謝幕，被神化嘅傳說同埋被消費嘅餘韻，張國榮全城停擺同埋心情嘅崩壞。講到轟動，邊場喪禮夠2003年張國榮嗰場嚟？當年成個香港籠罩喺 SARS 嘅陰影之下，大家戴住口罩，人心惶惶。但係喺4月8號嗰日，全香港好似停晒擺咁。你試下想象嗰個畫面，全城封城邊緣，全港玫瑰花斷晒貨。北角殯儀館出面，條街排到去海邊，幾千個粉絲冒住雨，戴住口罩，一邊喊一邊唱，風繼續吹。呢種場面唔係靠公關公司買翻嚟嘅，係真正一代巨星先至有嘅待遇。入面坐緊嘅係全香港最有頭有臉嘅人，出面企緊嘅係一個時代嘅心碎。喪禮上最令人心碎嘅一定係唐學德，當時佢悲傷到要人扶住先行到路。佢送俾哥哥嗰副轉聯，寫住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愛綿綿無絕期。呢句話足足令香港人感動咗20年，亦都令唐生成為咗全港公認嘅最長情伴侶。但係近年唐生不斷被爆出有新歡，甚至帶埋小朋友住入哥哥舊居嘅傳聞。雖則話人死不能復生，反個伴都好正常，但係對於好多將哥哥神化咗嘅粉絲嚟講，呢種心情嘅崩壞簡直係扎心。大家開始反思，究竟呢場喪禮上嘅心情係真係刻骨銘心，定係一種維持咗20年嘅高級公關？人走茶涼，講到尾，連張國榮嘅喪禮餘韻都避唔開名利場嘅冷言冷語。梅艷芳、香港個女同埋吸血至親。如果話張國榮嘅喪禮係浪漫嘅悲劇，咁梅艷芳嗰場就係一場赤裸裸嘅港式倫理大龍鳳。2004年初，阿梅出殯，你睇下扶靈個名單，劉德華、梁朝偉、楊紫瓊、劉培基，一共8位，全部係當時影壇樂壇嘅頂流。呢種規格基本上係宣告緊阿梅演藝圈大姐大嘅地位死無對證。尤其是劉德華，當時大家傳佢同阿梅傳咗咁多年緋聞，佢企喺扶靈位個樣，確實係盡咗最後一份情。而呢場喪禮最令食花生群眾振奮嘅係趙文卓嗰副寫住此生至愛一路好走嘅花圈。當年佢哋一段情無疾而終，阿梅講過趙文卓係佢最想嫁嘅男人。喪禮上呢副造聯到底係真情流露，定係想搏最後一次封面？喺名利場真真假假，邊個分得清？呢場喪禮娛樂圈眾人個個盛裝出席，因為阿梅講過，希望喺我嘅喪禮上，大家都能夠漂漂亮亮、開開心心咁送我走。我唔希望見到大家傷心頹廢嘅樣。所有人都尊重遺願嚟送佢最後一程，但偏偏仲係有唔合時宜嘅事發生。阿梅喺入面安息，佢阿媽程美金同哥哥梅啟明就喺出面計緊點樣打官司爭遺產。
當全港市民都喺度悼念香港個女嘅時候，親生老母竟然喺度鬧個女留得太少錢俾佢。之後嗰10幾20年，梅媽不斷出入法院，甚至連阿梅嘅絲襪內衣褲都拎出嚟拍賣換錢。呢種極度諷刺嘅對比，先至係真正嘅港式悲劇。梅艷芳用一場輝煌嘅喪禮送別咗觀眾，但佢留低嘅係一個永遠填唔飽嘅親情黑洞。呢場喪禮話俾大家知，就算你係全港最風光嘅大姐大，你都搞唔掂屋企嗰本難念嘅經。黃家駒搖滾精神嘅騷亂同失控。講完阿梅同哥哥，一定要提埋1993年黃家駒嗰場。呢場喪禮唔係肅穆，係瘋狂。家駒喺日本出事返嚟，出殯嗰日，幾千個樂迷失控衝出馬路，想去摸下架靈車，甚至有人想開槍摸靈柩。喺香港喪禮史上，好少見到歌迷會激動到衝擊靈車。點解？因為家駒代表嘅係嗰份打不死嘅搖滾精神。佢嘅死對於當時嘅年輕人嚟講係一種信仰嘅崩塌。靈堂入面播放住海闊天空，靈堂外面係幾千人聲嘶力竭嘅合唱。呢種全城大合唱送別一個歌手嘅場面之後再冇出現過。呢場喪禮標誌住香港 band 房文化嘅巔峰，亦都預示咗之後嘅樂壇將會被一班只係識得唱 K 歌、靠公司力捧嘅資源卡統治。羅文100萬醫藥費引發嘅尊嚴保衛戰，人人都話死者為大，但係喺羅文場喪禮上面，有人差啲打起上嚟。呢場戲嘅主角唔係死者，而係喺側邊全程護航嘅影壇大佬鄧光榮，同埋當時口無遮攔嘅百億富豪劉鑾雄。羅文呢個人成世人最緊要係個型字，佢係香港樂壇公認嘅歌聖。當年因為前衛大膽嘅舞台風格，仲被坊間封為一代妖姬。就算病到肝癌末期，最重嗰陣佢都要堅持化妝，整到乾乾淨淨，絕對唔肯俾外人見到佢個頹樣，真係將體面2個字刻入骨髓。點知偏偏大流，就喺羅文走咗之後，喪禮仲未搞之前，當眾撕開咗呢層佢撐到盡嘅最後遮羞布。件事點起，原來係羅文嘅私人助理阿東喺未告知羅文，亦都冇經家屬同意嘅情況下，私下以羅文日常開支做借口，向劉鑾雄借咗100萬。呢筆錢羅文生前完全唔知情，屋企人亦係事後先知。大劉唔知係想顯示自己豪氣，定係純粹好心做壞事，口沒遮攔，竟然喺羅文啱啱走，靈堂都未設嘅心骨眼，向全港傳媒公開爆料。佢仲講到好具體，羅文身邊啲人搞唔掂啲開支，開口向我借錢，我已經先拎咗100萬俾佢哋救急。呢番說話一出，全港轟動。對大劉嚟講，100萬可能只係買個袋、食餐飯嘅散紙，但對於一生愛靚、視自尊同體面好似命根咁要緊嘅羅文嚟講，呢句直情係喺佢靈前傷口撒鹽。你同全香港講羅文窮到要人接濟，等於一拳打碎咗佢成世仔立住嗰種風骨卓然嘅歌聖形象。當時守喺靈堂負責治喪嘅一班羅文生前老友，聽到呢番話，直情火都嚟埋。鄧光榮即刻對住媒體隔空爆粗咁滯，火藥味濃到爆。你有錢大晒啊！羅文一生要體面，你喺呢個時候講呢啲，即係想佢走都走得唔安樂。佢仲直接質疑大劉拎100萬出嚟嘅動機，覺得呢種居高臨下嘅布施姿態，骨子裏全是對演藝界人士嘅輕視同唔尊重。最火星撞地球嘅一幕發生喺設靈嗰日。大劉雖然同鄧光榮已經鬧到撕破晒臉，但最後都係帶住當時嘅女友呂麗君、助手甘比現身北角殯儀館。嗰日靈堂入面嘅氣氛僵到連冷氣都好似凍咗幾度。鄧光榮坐喺家屬位側邊嘅治喪位席位，眼神利過飛刀，直勾勾咁盯住入場嘅大劉。大劉鞠完躬，上完香，原本仲想停低同熟人寒暄2句，點知一抬頭，發現全場嘅港圈老江湖、演藝界大佬個個都黑面，完全冇人想理佢。最後呢位平時叱咤商場、呼風喚雨嘅百億富豪，只能喺全場嘅側目同冷遇之下，灰溜溜咁急步離開。前後停咗幾分鐘都冇。羅文走咗呢100萬，亦都隨住死無對證。但呢場喪禮嘅風波同尷尬，就變咗香港娛樂圈流傳咗20幾年嘅經典談資，亦都寫進咗名利場入面
連死人體面都可以被拎嚟做文章嘅涼薄現實，最後終於嚟到壓軸，亦都係全香港含金量最高、戲碼最重嘅一個部分。如果話江湖大佬嘅喪禮係睇狠，巨星嘅喪禮係睇情，咁豪門大佬嘅喪禮就係睇3個字：錢、權、位。喺呢度，眼淚係多餘嘅裝飾。訃告上每一個名嘅牌位，靈堂入面邊個企喺家屬第一排，全部都係涉及幾千億資產分配嘅權力終極結算。3. 豪門帝國嘅黃昏，權力嘅終極交接。何鴻燊四房混戰嘅大結局與神秘第17子。2020年統治澳門賭業半個世紀嘅何鴻燊過身，享年98歲。呢場喪禮唔係用豪嚟形容，係直情刷新咗全香港對地位2個字嘅認知。你睇下份名單，董建華、林鄭月娥、何啟啟、梁振英4位特首級人馬幫佢保駕護航，全港頂級富豪全數到齊。呢種排場基本上係話俾全世界聽，何鴻燊嘅離去係一個時代嘅落幕，而佢嘅家族依然係呢座城市嘅頂流。要講呢場喪禮最大嘅花生，唔係邊個喊得大聲，而係訃告上赫然出現咗一個從未公開過嘅名——何猷幫。全香港傳媒瞬間封咗，大家計咗幾十年，都係話賭王有16個仔女，點解突然多咗個第17子？呢個隱藏咗20幾年嘅秘密，直到賭王入土為安嗰一刻，先至被逼見光。喺何猷幫未出現之前，一直有傳聞話何鴻燊同四房梁安琪仲有一個仔叫何猷佳。2011年，傳媒喺賭王大宅追訪曾新家報道嗰陣，就有媒體影到過猷佳返淺水灣1號大宅嘅相，但就算影到近照，賭王家族成員都冇作出反應。不過後來，四房同何鴻燊以及四房大女何超瑩都對何猷佳呢個人作出咗否認。何超瑩仲親自澄清，嗰啲係誤傳，何猷佳根本唔存在。媽咪梁安琪只有4個仔女，但最後四太梁安琪又發聲明承認何猷幫係佢嘅長子，因為身體原因一直保護喺海外。呢種電影劇本都寫唔出嘅豪門身世迷魂喺靈堂門口揭曉，簡直係對八卦周刊最大嘅嘲諷。你哋自詡掌握豪門內幕，其實連人哋有幾個仔都數唔清。至於大家最關心嘅爭產戲碼，其實喺喪禮個站位已經寫好晒。當時代表家屬宣讀悼詞，企喺最中心位置嘅係二房長女何超瓊。呢個信號好明顯，大房已經衰落，3房、4房雖然多產，但真正掌握大局、壓得住場嘅依然係2房。呢場喪禮唔係送行，係一次權力嘅官宣。李兆基最貴嘅低調與生育競賽嘅終審稿，相比起賭王家嘅大龍鳳，恒基創辦人李兆基四叔嘅喪禮就走另一條路，極度低調但極度尊貴。大家最中意講嘅梗係千億新抱徐子淇。當年四叔為了抱孫，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李家傑同李嘉誠2個仔開展咗一場震驚全港嘅生仔大賽。李家傑去美國各代孕，生咗3胞胎男丁，而李嘉誠同徐子淇就接二連三咁生到四叔笑逐顏開。喺喪禮上面，徐子淇一身素服，表現得大方得體，但大家食花生嘅焦點係四叔臨終前有冇將資產分俾呢班功臣孫仔。仲有一個細節，四叔生前因為同前妻劉慧娟喺事業上有分歧，離婚後幾10年都冇再娶。呢場豪門喪禮，前妻依然冇露面。呢位老牌富豪到最後寧願守住孤獨，都要守住佢嘅商業帝國。到場送別嘅係成哥、李嘉誠、李澤鉅2父子。呢種超級富豪之間嘅惺惺相惜，先至係真正嘅壓場。邵逸夫1個世紀嘅體面收尾，最後呢位穿梭咗1個世紀，活到107歲，佢嘅喪禮話俾大家知咩叫真正嘅聰明人。邵逸夫六叔走嘅時候，喪禮竟然係行極簡風。點解？因為六叔一早知自己仔女同第2任太太方日華之間嘅微妙關係，為了唔想自己辛苦建立嘅電影，王國喺死後變相成爭產大龍鳳。佢生前已經將所有資產入晒信託基金，安排得死無對證。由於六叔活得夠長，
大家喺喪禮上已經冇乜悲傷，更多嘅係一種敬意。全港演藝界嘅老臣子，從 TVB 出去嘅巨星，全部返嚟送呢位老老闆最後一程。佢嘅喪禮冇何鴻燊嗰種劍拔弩張，反而有一種功成身退嘅優雅。呢10場喪禮，由黑道到白道，由巨星到富豪，我哋睇到嘅唔係死亡，係香港呢座城市嘅基因演變。以前嘅香港可以有向華嚴呢種文弱書生做龍頭，可以有梅艷芳呢種草根女仔變天后，可以有李福榮呢種上水皇帝稱霸一方。嗰個時代英雄不問出處，遍地係黃金，亦都遍地係狗血。但依家呢，你睇下最近呢幾場喪禮，差人多過古惑仔，律師多過親戚，連喊一句都要睇下公關份稿寫成點。嗰種充滿江湖味、人情味，甚至係火藥味嘅舊香港，已經隨住呢一車車嘅靈柩，徹底消失喺北角殯儀館嘅濃煙入面。